每一作品係個創作人嘅仔女嚟嘅，有啲生咗出嚟好受歡迎，好成才，有啲咧就自己覺得佢本來好好㗎，但係有冇人知道，有冇人受歡迎？呢隻歌係本來係寫俾羅文唱嘅，叫《當我寂寞》。而家我用嗰啲冇學過嘅鋼琴，非常沙啞，中咗一招好陰毒嘅招之後嘅心情，彈俾各位聽。呢隻歌好湊巧，都幾代表我嘅心聲嘅。梁生，你冇教過我彈琴啊，所以彈得好水，請你原諒啊。當你寂寞，當你苦悶，你心中可有飄過我？這首歌歌裏字字充滿思念，你可聽出聲聲慨嘆，都是我記住，是我掛住你的一切，寫出心中，付出心中這首歌。你的歡笑，我的感慨，早已結聚，等待心聲唱和。所以日後，當你苦悶，請把歌聲再聽，記住。